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总统蔡英文中美洲的访问行程。总统府表示讲，会伫4月7日回程过境美国的时，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总统府嘛强调讲，台湾要甲民主国家交流，是台湾2300万人的权利，相关的规划搁会讨论。目前蔡总统人当地友邦贝里斯访问，嘛伫贝里斯的国会发表演说。贝里斯的议会嘛提出支持民主台湾的动议。More challenges await us. For example, climate change, economic downturn, inflation, and most challenging of all, expansionist threats from authoritarian regimes. 总统蔡英文伫咧贝里斯国会发表演讲，讲虽然有一寡国家想要破坏台北双方的友谊，但果具有共同价值甲国家繁荣和平的未来环境，双方有缘紧密相连。贝里斯总理布里先纽呼吁，台湾应该伫咧亲像联合国这种世界组织有代表。Not only because 23 million people who live in Taiwan deserve to be represented, but also so that together we can promote our shared values like democracy, the right of the peoples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law. 中国外交部是对总统蔡英文访问中美洲行程回应，希望拉美加加勒比海国家认清大势，慎重处理涉台议题。我们真诚希望有关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认清大势，慎重处理涉台问题，早日加入中拉友好合作的大家庭。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籍议员麦卡锡办公室宣布，麦卡锡将会伫咧美国西部时间4月7日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这边会面会有共和加民主两党的人士参加。中国外交部讲，将会采取坚定措施，维护主权加领土的完整。但总统府是回应，台湾加民主国家之间的交流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权利，中国无资格讲话。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前总统马英九，目前人是搁伫中国，昨日去参观重庆的都市规划展览馆、中国三峡博物馆。伊甲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见面的时，强调讲，两岸拢有责任来保持交流。马英九初日伫湖南讲到台湾大陆拢是中国，咱国陆委会针对马英九小听中国一中原则表示遗憾。这很有意思，像一部队。那个我出生那个年代的时候，对中国对其实也是非常熟。哦，对。两人握手挨沙子，总统马英九到中国车厂尾仔甲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见面，讲到家己亲身连接两岸青年交流，就是希望和两岸人民积极减少，促进和平。两岸拢责任深化交流。带着台湾的年轻朋友来和大众同学们交流，希望能够让两岸人民间的敌意逐渐减缓，友谊逐渐增加，未来两岸才有真正的和平。两岸都有责任像这样的交流持续下去。袁家军讲到马英九这摆强调九二共识，坚持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伊感觉真感动。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就是马先生这一行来反复的来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坚持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两人会面之前，袁九先参访重庆市城市规划展览馆甲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马英九初日讲到台湾大陆拢是咱中华民国，拢是中国。陆委会回应针对马英九呼向中共的一中原则主张，表达高度遗憾。按个马英九办公室发声明，陆委会批评马英九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提出两岸定位，陆委会公然倡议两国论，请蔡英文总统表态是不是属于政府立场？若是，请在替陆委会公开承认中国大陆是另外一个国家。马英九初三暗时住在重庆市自由宾馆，这是要参访中央政治学校具记者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军方最近伫东海军演，佮放调讲随时拢准备要小战。有专家认为讲，中国这是针对美国甲菲律宾的联合军演的呛声反制。另外，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米利嘛提醒各界，针对小战的言论，得爱暂停，嘛呼吁美国应该赶紧把武器送给台湾。
台湾的学者嘛分析指出讲，美国目前并无想要甲中国相争，嘛望讲台湾会当来加强自我防卫的能力。中国东部战区最近由上滩舰、台湾舰、泰州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到东海海峡展开实战化训练。各讲3只驱逐舰随时准备战斗。专家分析，中国最近在南海、东海、沿海陆续展开演习，应该是影响美菲肩并肩研发军演，暗过军舰耍伊性较悬。国军爱设置防止强舰向到台湾附近海峡定速进步。在东海演训，而演训完第2天呢，它就出现在可能台湾的北部海域了，或甚至东北部的海域，这个都是有可能。军舰呢对一般周遭国家的威胁是比较大的。大海局势紧张，加上美中高度竞争，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密里3月31就是美国军事新闻网站专访时提醒，各界针对美中可能开战的言论有必要降温，强调美中当前并不是伫战争边缘，台湾也无遐尼简单征服。佮认同美国应该赶紧将武器运到台湾。学者分析，美方暂时无想要甲中方开战，在进行战略搜索。美国并不想跟中国开战，美国的战略收缩现在暂时已经影响到了蔡总统的这个过境之旅，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并没有放弃台湾的这种做法。学者表示，美方依然希望台湾提悬自我防卫能力，那台湾应互北京当局感受武力犯台成本比利益较大，可能对因提悬协助强军犯台可能。记者综合报道。清明连假已经第4天了，一直到拜3全台湾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彰国道因为出门佚佗佮陪忙的车是真多，国道5号上北总是真塞车哦。因为明仔载就是连假的上尾一日，民众可能嘛准备要上北咯。高速公路局是预告讲，今仔国道的交通量会是普通时的1.4倍，嘛公布一寡高塞车的路段，提醒民众要注意。为着赶伫下昼1点进前，高雄在管制公路上北，未少民众提早北返上国道，说是南平入口，太1.5公里，到下昼2点外，宜兰到头城路段也佫出现真太，时速只有6公里。高公局表示，清明连假第3天，国道全线交通量有高118万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1.3倍，主要是上北车流。各个北向车道恐行的一路太到半暝12点，有高测试连假第4天也是北返车流较侪，建议用路人提早出门。本局预估大概会在115百万车公里，那平均起来也是平日的1.3倍。那本局一样是建议用路人提前在早上9点前，跟南部用路人在早上9点前，中午12点前进入国道。气象局表示，连假最后3天全台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只有东部甲西部山区有蓝山低渐重雨，一直到清明连假过了后，拜4、拜5，东北季风佫增强，锋面通过北部、东北部佫会转为湿凉的天气形态。主要这个降雨的区域会是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北部的这一块地方。那在中部以北跟整个东半部也都是有降雨的机会的，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一点点雨。为了强化清明连假疏运，台铁也加开233列车，比平均运量增加23%。台铁局表示，3月31日拢总疏运75万多人，其中当选6万多人，创疫后疏运量新高。4月初天单日运量佫超过70万人，其中当选6万人。记者综合报道。前几日中南部总算有淡薄雨水，也毋过嘛是真有限。南投梨花潭的水量这嘛是只剩53%，南部的曾文水库是只剩11%，可患的状况这嘛是愈来愈严重。湖水的四库链顶有白色的石米啊，圆圆的形体看落袂输是天色目屎加明湖，是啥袂少游客来遮翕相。这嘛是南投梨花潭大水期真特殊的景致。水满有水满的美景啊，水少有水少的美景。嘛是要拜到天公伯吼，赶紧教咱落一寡吼。连续假期有真侪人来遮行踏，不过嘛显示水情真安倒。根据水利署的资料，青山梨花潭水库欠水量敢若剩53.2%。负责管理的台电表示，伫遮用起的水要是比之前较侪。下游虽然供水有减少，但是其实还是有出水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水位还是维持在一个740左右的一个状态。另外，包括中部的德基水库欠水率敢若剩51.4%，其他包括苗栗的李溪潭、美德水库欠水率伫4成以下，也有南部的北河水库
2月淡水库嘛伫3成以下，三温水库的水敢若剩11.3%。水利署讲，虽然春雨有来，不过水量有限，面对全台湾的水情，要是袂当放零。略有注意，但是不足以要解决目前的旱象。区域调度，还有紧急的这个抗旱水井，还有这个我们的临时海淡厂的这个新建，都会加速来办。水利署表示，南部水情真正热，目前已经准备好对抗可能的水井、甲河流水等等的水源以外。嘛，甲海水淡化机组刷去高雄。台南7个水资源回收中心，每一天会当提供18000吨的回收水，正做民生相关使用。咱若目前还阁伫咧赶工课站文南化连通管计划，按算明年6月完工。完成了后，站文水库就会当联动乌山头水库支援南化水库，发挥下流型引水的功能，这对稳定水情是真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甲明仔载各地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敢若东部阁有西部山区过昼会落淡薄仔雨。咱来看温度，今仔是清明连假的第4天咯，各地头哦嘛是阁会出日头，敢若东部甲山区哦阁会落沙沙仔雨。温度方面哦是真热热，东部上悬会到27度，其他所在上悬会到32度，甚至南部会出现35度。日头落山了后，温度就会降真济哦，只剩18度到21度。4月初6开始就正常上班上课咯。拜四会有方面通过，北部、东部会开始落雨，温度卖降。来看高雄的大树是往来真重要的产地。最近哦，因为早暗的温差是真大，往来拢逼去，无法度销去日本。产地价销哦嘛，落甲一斤卖无10块。市政府是表示讲会个扩大外销，农会买买来加工倒销，减少农民的损失。比着往来的芳无爱讲名的农民讲，亲像这种绿果拢无法度外销到日本，但高雄入春以来，大部分日夜温差大，往来绿果的状况袂少。外销通路无够又搁大出，互产地价销博到一台斤无到10块。产地的话再卖差不多5、6块啊，台斤5、6块啊，很多的果农也都没有采，坏掉在田里面的也很多啊。台斤收10块钱在外销哦，每颗都要选的没有任何的要完美，不然都是全部打掉啊，打掉这原料果现在也没人要。农民反映，就算产地价销一台斤卖8块，还阁算赔本。即卖价销因根本无法度生存。嘛讲政府虽然讲已经开拓着海外销路，销量煞无到预期，嘛抱怨政府，互因的补助拢伫咧贸易商，农民无客着，等到爱烦恼卖袂出去的问题。也不会呢，因为我们目前现在为止是每台斤15块。那到北农拍卖行情差不多也12到15。外销的话，可能就是没有想象中订单这么多。增加奖励凤梨的加工收购，我们今年预计收购1000公吨。第3项，高雄凤梨，我们在电商平台成立首选的高雄凤梨专区。大树区农会指出，热果上严重的时期伫今年2月，随着天气愈来愈热，愈符合往来的生长，水果甜度还佫品质变悬，销量嘛当增加。农委会嘛已经要求农会爱介入，目前产地价销大约一台斤15块，毋过嘛讲外销的通路还佫爱拍拼。记者王刘婷、陈汉坤个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联合报。石油输出国组织甲伙伴国家一寡生产石油的国家，伫初二雄雄宣布讲5月份开始，原油逐工的产量要减少至少164万桶哦。造成初三亚洲市场的油价是大起8%。有人是认为讲减产是因为沙特阿拉伯甲美国的关系紧张造成的。再来看《中国时报》，国内大学中国学生的人数伫105学年度上济，有41975个人。也毋过因为两岸关系紧张，佮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方面伫2020年的4月初9就宣布暂停中国学生来台湾。只开放本地就伫台湾读册学生囡仔会当继续留落来，还是继续读硕士加博士。今年的6月开始哦，咱国内大学就完全拢无中国学生咯。再来看《自由时报》，今仔是儿童节，也毋过因为疫情，调查嘛发现讲，去年发展了8万进行早期疗育的儿童超过3万个人，比去年增加17%。
创最近11天来上济的人数。有意思是分析讲，因为疫情期间人甲人合作互动，大人的情绪嘛影响到囡仔，佮加上长期使用电子产品来造成的影响。再来看清明连假，东部有一寡回乡哦，也是讲去佚佗的民众，拢专工去当地买鸡卵。其实政府进口鸡卵了后，即马哦伫台北超市也是卖场，卵已经较好买咯，嘛毋免去排队。过去针对无共寸尺的鸡卵进行分级，为伫台东市即间卵行店面永远当看到大量的鸡卵有部分小卖，国产白卵一斤75块，价数明显比北部低。业者讲，连假期间有未少游客走入来买卵，有人想要买几啊箱，也毋过伊会控制买数量，无希望外地游客来抢，颠倒造成本地供应失衡。外地的可能零售，可能来台东旅游，可能要露营，要煮火锅什么的，可能还可以卖它一些啊，大量的要1箱2箱带回外县市那个了，我们就量没有那么足够了。即马也讲有欠人嘞，初三实地去市场的杂粮行门口会当看到为数未少的鸡卵，已经无看到进前民众排甲路长等咧买。即马消费者来到这，也会当家己拣，想要买偌济就买偌济。我都不会去跟人家抢啊，我觉得说鸡都生不出来，你要抢什么？太可怜了。对，现在看到那么多蛋，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比较开心？我觉得我都没差呢，因为有就吃，没有就不要吃。对呀，对。来到连锁超市，无管是平价的美国进口卵，也是贵市店买的西选冷冻卵拢有。那大卖场的进口卵已经卖完，价顶也有较贵的动物福利卵。农委会表示，国花鸡卵继续专案进口中。目前的话，几乎每天都有那个从国外进行通关。那截至3月底之前，我们进口的量已经超过550万颗以上。目前也传出南北两价价差大，伫屏东一拿20台斤卖1,100，到汤圆是起到1,600。对此，农委会表示，要互市场继续恢复特殊，需要供应量更加稳定。目前除了国内卵鸡产卵有咧回升，农委会会继续进口鸡卵。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真侪药拢欠货，卫生福利部启动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望讲会当来随时掌握药品的供应。卫生福利部的处长王必胜嘛强调讲，已经要求所有医疗机构、各药局等等，随时会当通报欠药的状况，按算后礼拜会个统一来对外说明。为避免有欠药的代志，卫福部3月底启动药品供应通报中心，中药、西药儿童困难处理药品甲医材、罕见特殊营养品甲紧急药物、公费疫苗、传染病用药等5大范围拢伫内底，互医疗机构、药局等应及时晚点个通报上新的欠药状况。当今天如果药品的缺药有通报进来，我们会先由这个临床药学会来帮我们判定它是属于是一种个人的问题还是系统性的问题。那目前有10件缺药的通报，那有5件已经处理完成，那有5件还在处理当中。对欠药病台建立，有学者表示肯定，认为对加速解决药品欠缺问题有帮助。不过建议卫福部按要求药商加强监控，若半年内药品原料库存量或者是交货时间有问题，一定要落实通报。各药商、各医疗机构必须要如实的将目前可能存在的缺药的这个问题，包含从原料或供应的问题，尤其是6个月内可能会有缺药的这些问题呢，都必须要到通报处理中心上面去做一个申报。王必胜强调，新病台会请运2礼拜，已经发现医疗机构药局全面盘点，重新通报有关欠缺的药品，搁确认是个案也是系统性问题。中药欠缺通报部分，因为可能牵涉中药材客诉问题较复杂，要拼4月份完成建立，下礼拜会开记者会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芬兰今仔会正式来加入北约组织，成做第31个成员国。芬兰的民众普遍是拢真肯定。北约的官员是指出讲，芬兰是还未要求北约的军队进驻。另外，因为统一机阁继续抵制瑞典加入北约，北约秘书长嘛望讲会当赶紧和瑞典嘛加入。洛西亚嘛强调讲因会来加强西北部的军力，来回应芬兰加入北约。
北约伫比利时的总部外口有一个旗杆是空的，但係要挂芬兰的国旗，因为芬兰将会伫咧随时正式加入北约，成做第31个成员国。到时芬兰会伫遮升国旗。北约秘书长讲，这礼拜有特别的历史意义。This is a historic week. Tomorrow we will welcome Finland as the 31st member of NATO, making Finland safer and our alliance stronger. 伫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和芬兰加瑞典放弃几多10年来军事无革命的立场，希望加入美国带头的防御联盟北约。土耳其是最后一个同意芬兰加入北约的会员国。大部分的芬兰民众拢认为加入北約會較有安全感。And I think it will give us some security, and it'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really waited for. Much safer to live here in Finland because we have a long border between Russia and we haven't been trusted so much that border has been always so safe and good keeping. 伫芬兰加入北約了，將會和北約加俄羅斯陸地邊界擴大一倍。北約官員講，芬蘭也未要求北約伫咧芬蘭的領土駐軍。即馬土耳其依然反對瑞典的入會申請，北約秘書長希望趕緊和瑞典加入。I say this because sometimes you get the feeling that in a way Sweden is left alone. No, Sweden is not left alone. Sweden is as close as it can come as a full-fledged member. 因為俄羅斯加芬蘭的陸地邊界有1300公里，俄羅斯強調將會加強國內西北部的軍力部署。那其他的北約成員國家伫咧芬蘭的領土部署軍隊加資源，俄國也會採取其他的措施來確保軍事安全。公司新聞陳偉林編輯。再来看，洛西亚圣彼得堡咖啡馆爆炸一案，已经掠到一个查某嫌犯，伊嘛承认讲，甲一个创炸弹的雕像送互真出名的军事专家塔塔尔斯基。洛西亚方面是怀疑讲，这是乌克兰规划恐怖攻击，也毋过乌克兰否认。俄羅斯第二大城聖彼得堡的咖啡館發生爆炸，當局即馬已經抓到26歲本國籍嘅嫌犯崔歐普華。Я бы сказала, пребывание на месте убийства Владлена Татарского. Что ты сделала? Я принесла туда эту статуэтку, которая взорвалась. А кто тебе передал эту статуэтку? Можно я попозже расскажу? 無經過正式嘅俄羅斯媒體報道，崔歐普華講，伊是互人陷害，唔知影雕像內面有炸彈。監視器看到，伊是摕到包裝好嘅鴨行入去咖啡館。迄天支持俄軍佇咧烏克蘭軍事行動嘅軍事布洛克塔塔爾斯基佇咧主持一場座談會，被炸死亡，幾多10個人受傷。Я там был, я в 10 метрах сидел, я видел, как его разорвало на куски. Он бюст этот вытащил, посмотрел на него, он был абсолютно не похож на Владлена. Это была какая-то пародия. Все посмеялись. Но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он посмотрел, положил этот бюст обратно в коробку. 俄羅斯反恐委員會指控主謀是烏克蘭國安單位，也個俄國反對派領導人納瓦尼，也個伊嘅組織反貪腐基金會，也個反貪腐基金會反駁當局嘅指控。I'm not thinking what's going on in St. Petersburg or in Moscow. They have to think, Russia has to think about their cities. I'm thinking about our cities. 被逮捕的崔歐普華不參加納瓦尼的反政府活動，反對入侵烏克蘭被逮捕。另外有無經過正式的報道講，已經買好要去烏茲別克的機票。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來看美國前總統川普訪華前訪翠的費用，向白宮做介紹的案件已經被起訴了。也毋過，川普是抗議講，這是為着2024年選舉的政治迫害，冇真濟支持者聲援哦。目前川普佇共和黨的支持度嘛已經超過5成，川普目前是真順利，一日就募到大約新台幣1億2千萬。川普嘛表示講，伊按說要主動去紐約來說明案情，警方嘛加強戒備。川普頂個月30號紐約檢方起訴了後，這幾天佇佛州的海湖莊園外口繼續始終的支持者佇遮，這支持者特別為談拍開車3點鐘趕來坐鎮。Yeah, I'll travel around anywhere on the East Coast to see him. But he does his all for us. I'm gonna get my all for him. You know, I'm not giving up. We need him back.
川普在2016年大选进前，付成人片愈扯13万美金，核心代表400万的风吹钱，避免两人婚外情曝光。暗过事后选用法律顾问费的名气做介绍，接做美国史上第一位遭到刑事起诉的前总统。伊马上谴责这代志是政治迫害，佮呼吁支持者出面调停，佮趁机会为选举募款。Instead, our presidential campaign has always been funded by grassroots patriots like you. Your contribution today will show the left that nothing can destroy the greatest political movement in history. 川普团队利用部落格进行才恢复使用名册大拍募款广告，结果在起诉了后，短短24点钟之内，突破超过400万美金，核心代表1点2亿。伊按算测试去纽约曼哈顿法院说明，暗时高等于佛州大所在发表演讲。There will be some fingerprinting, filling out some forms. Whether or not it will be put in handcuffs, I don't know. I expect they will avoid that.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川普被起诉并未影响伊参选总统。目前看起来，这代志反对党组中伊伫党内争气。根据这上新的民调，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支持度目前到57%，比上强对手德桑提斯悬出1.6个百分点。专家评估川普为赢到党内提名，可能要求将这案件审理延到初选了后，暗过检方上届无法度同意。公司新闻张慧斌报道。再来看法国的年金改革争议个继续，也毋过佮发现讲有一个查某部长，真做是花花公子杂志的封面，代志是百空。另外，伫荷兰有性工作者上街头抗议政府缩短因的营业时间。前规书白色洋葱看向远的所在，法国社会经济甲法国协会部长施亚帕最近经常承认杂志《花花公主》法国版4月号封面，毋但引起反对派破片声音，连广东总理博纳拢表示，安尼就无适当。尤其法国社会部长当初伫年纪改革规矩，安尼行为，互民众更加生气。40岁施亚帕2017年入狱，捌是女权作家，佮担任过性平部长，任内推动性骚扰法案，男性若对女性酷诉也是紧张会放当场非法。即摆以12夜专访谈论女权甲多元性别议题，别出争议了后，也亲自伫推特喊回女性身体自主权。因为进前总统马克宏传出要接受儿童杂志的采访邀请，即马阁有部长登上承认杂志宣传理念，互反对派批评执政党的沟通策略处伫失控的状态。也毋过内政部长马南刷为施亚帕讲话，学了伊有真性情，也尊重伊的决定。画面来到荷兰首都，真侪性工作者挂面区上街示威，抗议政府将红灯区营业时间由原本透早6点关门，提早到透早3点，而且透早1点了后就袂当接新的人客，影响性工作者的生存。We are witnessing another attempt to close the red light district. There's not even negotiating with the sex workers organization. So I think that this is a conversation that we must have. City center is becoming very problematic, and we have to find a solution. Let me say, for now, I will come back to you without cameras, without a lot of noise. 着急安打抗议的民众，阿姆斯特丹市以治安为由加强管制红灯区，也毋过性工作者所烦恼新规定会引起歧视行为。那一旦合法接客时间大大缩减，恐惊会有真侪人转为地合接客，人身安全会更加无保障。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马来西亚国会昨通过废除强制死刑法案，未来犯着毒品、绑票等7项罪，未阁强制判死刑。法官会当决定讲是要关至少30档，还是变刑12个来代替死刑。官员是表示讲，死刑并无法度减少犯罪，也毋过废除强制死刑，嘛无代表讲未来就无死刑。新的法案目前是互法官愈大的裁量权。再来看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因为资讯安全的考虑，特别禁止官方设备使用中国的 TikTok。澳洲伫即礼拜嘛宣布讲，避免使用者的个人资料，互中国政府控制，所以禁止政府公务手机使用 TikTok。也毋过 TikTok 澳洲的总经理是表示讲，对这款的政策真失望，嘛强调讲，并无证据显示讲 TikTok 对澳洲的民众有任何的安全风险。
再来看日本去年12月，分提出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了要对抗中国。罗西亚按算要提供军事援助，和理念相同的国家，头一波会提供菲律宾国防装备，嘛打算要来支持马来西亚、孟加拉和斐济来保障南海安全。英国确定会当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就是 CPTPP。但台湾甲中国嘛拢积极要争取要加入哦，也毋过上好有可能会先申请通过咧。有学者是认为讲，咱台湾是自由市场，阁有半导体优势，应该是有机会行伫中国的头前。也毋过，嘛有学者认为讲，考虑到国际政治，咱要先加入 CPTPP 应该较困难。自申请加入到确定加入，开差不多2年的时间。英国总算批准加入 CPTPP， 即马正拿出最后的行政程序。若是创第一个非总统会员国的先例，也是英国脱欧了后所签的上大规模贸易协定。CPTPP 现有的成员国家包括日本、加拿大、澳洲等11个国家，大部分拢是甲咱国家主要的贸易伙伴。伫即马要申请入会的国家包括台湾、中国、乌拉圭、厄瓜多，抑个哥斯达黎加，也和外界拢伫咧要讲，台湾甲中国谁人会先加入？你提到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有学者认为，英国入会接受高标准检视，对台湾来讲是正面的信息，因为咱国内半导体加工业产业的供应链整合有一定的优势，这方面比较可信。顶多是中国政策方面拢无符合 CPTPP， 希望避免官方过度影响自由市场的规范。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因为国际政治，台湾要先加入也是有困难。国际的这些经贸组织很难避免说会有一些政治考量在里面完全是以经济的考量来做决定这个是难度是很高的，因为国际政治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杜卡下讲，在国际政治上，中国相对较强势，可能会遵循 WTO 模式。中国先入会了，台湾才以个别关系领域的名义加入。记者综合报道。咱外交部驻巴西办事处有一个姓王的组长，伫3月初行底路，因某出面指控讲，因翁就是因为不肯吸收相关的官舍维修的费用，受到同事的霸凌才会想袂开。这个组长因某要求外交部长吴钊燮主持公道，外交部表示讲会来调查。英国捌伫西班牙国际旅游展览，一个姓王的外交官是真拼死伫宣传咱台湾的美景。希望观光客会当来台湾佚佗行踏，感受台湾人的热情。不过后来伊互调去巴西。3月份的时阵，煞为伊住的所在16楼跳楼不幸过往。网络顶有一张因太太的声明稿，伊法院王强调讲，因翁婿互派去巴西9个月，伊怀疑是因翁婿无愿意拿凑合消灭40万美金官舍维修费，才去互因同事报鸟饲冤，讲伊食钱。嘛强调讲，因翁婿伫在生的时阵有录音讲出伊的心声。有传互拉美苏中官，希望外交部会当主持公道，嘛质疑驻地同事想要出来影响舆论，对外讲死者是因为无法度甲因情某放袂记哩，离验了后去得到忧郁症，才会来想袂开。请外交部的尽速查明厘清一些疑虑。那至于说里面涉及到有没有这个霸凌的问题，或是说有没有涉及到里面的经费挪用的状况的话，这个行政调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调查清楚40万美金工程款这部分，如果让大家产生疑虑的话，也会让大家觉得说里面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弊端，可能会在这里面来做发生。因为有外交官发生不幸，因太太希望外交部长吴钊燮会当替死者伸冤，也若立委要求外交部都要查明真相，嘛希望因太太会当出面讲和平。要求外交部必须客观地进行调查，不可以一再发生类似在职场上霸凌的情况。建议家属要出来做进一步的说明，会让外界比较了解。王组长在3月10号上午在驻地寓所轻生后，外交部立刻全力协助王组长夫人在最短时间内前往巴西处理后事。王组长夫人抵达后，住处也尊重其意愿，举行了宗教仪式处理善后。
外交部强调讲，针对因太太相关的指控，外交部会持续调查相关的事情，来理清案情。嘛，因为当日的别墅感觉真唔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捷运民生10支线拖几日冬咯，虽然中央已经核定10东线，也毋过大潮定到东湖这段拢无共识。台北捷运工程局是表示讲，今年的下半年会来启动民生10支线的修正案，提出规划，佮交予中央来审查。花乡北的捷运民生10支线拖真侪年，困难点除了民生西路甲民生东路桥坡路段的路廊较细，施工难度较悬之外，民生社区4个月民众对明色线也看法不同。长远来看是赞成，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没有自己在开车，当然这种交通工具是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方便。没那么必要。其实交通的话，现在已经蛮方便了。我自己是觉得，其实松山线就已经蛮方便了。大概几乎都是1楼的反对啦，整个他们做生意啦，带来很多不方便的要挖啦，2样情嘛，楼上的有人的话，有的那个求方便的，希望都同意。民生10支线路线规划起点是北市大潮埕，经过相连行天宫、民生社区内湖古庄路等地，重点是新北汐止区公所，路线长度大约17.4公里，场站数15站有地下8站、高架7站，甲自助机场。虽然中央已经核定汐止甲东湖路段，也毋过大潮埕甲东湖段犹原无消息。台北市长邱万安只是加速推动。东环段核定的时候，行政院也提醒交通部，请台北市赶快启动民生汐止到汐止团的这条线的计划可行修正跟中规计划，我们正在跟新北市合作，我们预计下半年我们就要来送。民生10支线路线规划经过台东、中山、松山、内湖甲新北市汐止等行政区，李德华也进一步表示。目前国发会同意北市府的民生10支线可行性评估修正甲综合规划报告同齐送，会大大缩短民生线审查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的赤坎楼安平古堡顶古迹门票要起价咯，市政府是表示讲票价已经20档拢毋捌调整，即马全票要对50块起到70块，半票要对25块起到35块。台南市的市民同款拢免费。谢谢你，来，大家来几位。年假期间，台南市有未少观光客有人去参观古迹，所发现票起价。台南市文化局下开古迹赤坎楼安平古堡，又在金城这景点，全票本来50起到70，半票是起10块。啊，不过台南市民依然是边境免费参观。应该还好。维护古迹需要钱吗？刚好看到这个正在整修，或者是说，如果说他把它停下来，等整修完再一起开放，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有人认为起步税应接受，有人认为部分古迹依然咧维修，起票价所无法度参观全部，无可能价值。啊，不过台南市文化局回应，顶一摆起价是20多年前的代志，即马不过一直欠管才起价。那这20年来呢，我们的基本工资已经从15840已经上涨到了26400，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人力维护的成本都大幅的增加了。用基本工资今年以来已经起超过67%为例，市府指出古迹收支大部分靠卖票甲民众消费来维持。参考全台古迹景点，全票差不多伫60到100之间，决定小可调整市府文化局下开古迹景点票价，是反映成本也维持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又个传出讲野生的保育类动物去踏着山猪条，台东卑南乡富源山区的志工发现讲有保育类的台湾山羊掉伫限制内底，无法度叮当，靠2个志工到3天才把这只山羊救出来。保育志工先解开土地的台湾山羊头部的锁为避免山羊亮开，脚的山猪条锁愈套愈严，造成伤害。志工用身体固定山羊互另外一个志工解开锁了后观察这只羊的脚，确定无受伤，才互羊重回山林。那个猎人来这边抓山猪的，误触我跟我弟弟看到就来跟他解开台东县农业处表示，山猪条陷阱是无合法的猎具，动保法甲野保法拢有法则，严重应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爱并科10万以上100万以下罚金。
如果这些山猪吊，不受夹致人或是致动物死亡的话，甚至可能有刑责的问题。富源社区保育局讲，2年前同一地点也捌有另外一只台湾山羊仔，互山地条陷阱困掉咧。这个山区有俗称恶地地形，适合台湾山羊仔生活。这都有一阵3到4只台湾山羊仔家族，按过山底也多。这有人来放陷阱，爱定定巡逻，若无，唔知下一摆是倒一种野生动物被套掉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各地台湾科学教育馆这几天办活动，特别邀请推广台语的民间团体来摆摊，带囡仔耍游戏，大人囡仔哪耍哪学台语，是真趣味，做伙来看卖。趁清明连假，各地台湾科教馆特别举办儿童园游会，除了科学知识，嘛用日本土武器伫内底。正面的交炸，倒边的交炸。台湾台基路协会表示，顶届响应世界武器日直接办活动，得到真大回响。这届伊嘛以创光活动，设计台基游戏，教大家用生活情景的类似拍招呼、入捌台基，嘛了解武器的趣味。主要就是小借问。希望讲大家会当透过台语的小借问，比如讲你好、熬早、食饱未，一寡简单咱生活会当用到的字词，来互大家当明白台语。人甲你斗相共，你爱讲啥？多少？啊，搁有咧，努力，恁的一人顶一个。除了耍游戏，嘛教父母引导囡仔讲武器的撇步、唱用歌谣，绘本增加囡仔的理解，大大增加思虑等等。台湾台基路协会表示，因伫活动中发现真侪家长对唔敢讲，到带囡仔做伙进步，同齐甲流失的武器捡回来。你有学到什么？高赞活动很好，很有意义，而且就是现在比较少有讲台语的环境。阮是用一个科学课，就是你即讲来遮上课，你会用自然课、数学，然后嘛用上什么上什么本土语言的课。科教官表示，活动总共有10几个答案，嘛特别甲平常时伫偏乡训练的电影车驶转来，希望囡仔哪耍哪学，无论自然环境也是语言，落实亲自开喙讲武器的政策。记者廖文佳、桂林台北采访报道。在2012年，英国伦敦的奥运有一个穿假卡参加比赛浪费运动员皮斯托雷斯，这个运动员后来涉嫌杀死的女朋友，互法院判13档本地是人学了影响，所以关到监狱内底。伊伫顶礼拜5申请要提前假释，也毋过并无通过。南非知名的新种跑者有刀锋战士称号的皮斯托雷斯，10年前因为杀害女朋友留家服刑，当地申请提前假释。不过假释委员会顶礼拜5拒绝予伊出狱，明年8月才做决定。It was a matter of saying he has not served the minimum detention period. In simple English, half of the sentence is yet to be served. 36岁皮斯托雷斯天生双脚残废，婴仔时阵就截肢，伊大汉了后显出运动天赋，为拍分出头了后，开始以新种跑者的身份，甲一般运动员竞赛。虽然国际田径总会认为伊穿的碳纤维衣机对其他选手无公平，把禁止伊参赛，也毋过皮斯托雷斯上诉成功，如愿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才做第一位参加奥运的新种跑者，也进入400公尺准决赛，互南非人看作是英雄。也毋过大出名的刀锋战士，过当年情人节透早，煞伫家己厝的浴巾开枪弹死女朋友。当年29岁马斗斯丁坎普。皮斯托雷斯辩讲，伊是脚是有贼仔弄入去厝内，才会连开4枪。也毋过法院无相信伊的讲法，起先判伊过失杀人，后来佫裁定谋杀罪成立，刑期也前到13年5个月。皮斯托雷斯2016年离家服刑，2021年就开始寻求假释，互被害人的家属尽快接受。皮斯托雷斯假释方拒绝，南非的舆论反应无同。部分民众认为应该予伊改过自新，重返社会机会。也毋过反对者表示，无理由予伊提前假释，应该继续坐监反省。公司新闻徐冠良编译。来
看英国的泰晤士河，最近有一款水上的扫地机器人，外形就亲像鲨鱼共款哦，会当清掉浮伫水面顶头的塑胶垃圾，一当是会当来扫掉22700个塑胶管仔，佮会当减少水质哦。咱做伙来了解。喙闭甲开，将各种的粪扫食落肚。伦敦泰晤士河上，这种叫做粪扫刷的水上机器人，会当透过遥控操作，也会当像厝内的扫地机器人同款自由刷动。充满电力一抓会当走5公里，收集达到500公斤的塑胶甲其他粪扫。And the idea is on the autonomous mode that it acts as a drone, so it literally sweeps around the water. You can go and do your job, come back, and it should be full, and you empty it, and then you put it back in. 英国警方业者表示，这种水上冲粪扫的机器人被摆摊，无噪音，也未制造公害，所以使用的时未对水中生物造成威胁。一天落来，会当收集达到22700个保特瓶。业者讲，当初伊看到有人伫开普敦港用网仔搞粪扫，看来真无效率，所以才会想出推出这种机器人。除了清粪扫，伊也有监测水质功能。So every one of our waste sharks that are in the water is connected via a 4G and 5G connection and sends back water quality data to our servers. So it's picking up things like turbidity, salinity, temperature, pH balance, depth of the water. 这种水上机器人目前售价2万英镑，大约代表75.5万块。在英国会当用每个月2000英镑所来用。有伊了后，泰晤士河有希望变得更加清气，也会当用来清理海岸的废弃物。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最后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记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